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今日華明嘅院長阿 Jo。咁好開心，我哋院舍喺2022年開始咧就服務到粉嶺北區嘅街坊。我哋院舍除咗提供基本嘅院舍照顧服務之外，我哋仲可以提供埋一啲日間中心嘅日託服務。另外，仲可以提供一啲上門嘅家居照顧服務，去針對唔同需要嘅屋企人。我哋院舍佔地2萬幾尺，除咗環境寬敞舒適之外，我哋仲放咗大量嘅智能科技元素，希望提供一個與時並進嘅服務。而其他設備更加係一應俱全。華明院舍其中一個賣點，有別於其他院舍設計，我哋擺咗好多活力嘅元素喺入邊，好似顏色啦，同埋運動場嘅設計，仲有一啲自助購物機。因為我哋希望院友除咗得到基本照顧之外呢，仲可以透過訓練維持到自己本身嘅能力，盡可能做到獨立自主，實現自立支援嘅理念。而最重要嘅呢，我哋覺得安老服務呢係一個人嘅服務。我哋希望透過我哋30年嘅院舍管理經驗，加埋我哋華明嘅一班專業嘅同事，去打造一個有溫度同埋深度嘅服務，去幫助到每一個人。自從屋企人搬咗嚟住之後呢，就我哋都好放心。呢度同一般舊式嘅老人院呢，好多地方唔一樣。尤其是佢哋再做咗好多活動啊，咁使到我家人呢就住得好開心。咁我哋真係好放心。我自從入住咗呢間老人院之後呢，我發覺自己越嚟越開心啦，學識咗好多技能，亦都認識咗好多新嘅朋友。我入嚟住咗一段時間啦，咁啊個身體都健康咗，好開心啊！啲員工照顧周到啊，服侍得相當好啊！君日華明除咗係一間領有社署牌照嘅護理安老院之外，喺院舍照顧上面，我哋同時亦都係一間認可嘅院舍照顧服務券嘅機構之一。而喺日間中心同家居服務上面，我哋轄下嘅君日幫粉嶺亦都係一間認可嘅社區照顧服務券機構，所以我哋都好歡迎持券者嚟我哋呢度參觀同比較。聽完以上嘅講解同分享，如果你哋對我哋君日華明嘅服務想做進一步嘅了解，歡迎你哋隨時可以打電話嚟或者 WhatsApp 嚟同我哋預約參觀，我哋會有專人為你哋解答每一個問題。